无人互伊食生的所在，伊当倒伫马座，无命命当倒伫饲鸟座里。虽然众人久久听候伊，总是伊的出世，若无天使歌声的传播，甲各样的热心到相互。伊的出世可能真少人会知，遐个各样的看到天使唱歌的情景，因真着惊。光明中，正天使所吟上天的诗歌，是一种呼召人欢喜的声。因的十鼓震动，发出感动人的节奏。受到天使歌声的吸引，各以为就心肝欢喜，受引带，快乐去到美妙的所在。中间，这各样的人出着跳，进入去上帝因果出世的所在。
朴树就军队真光，带黄金、乳香甲木用不用做礼物，总是因所憔悴因离，是比这礼物较香、较贵气，因为伊是冬天的玫瑰，是上帝赐予世间的礼物。
是最真态玫瑰花，开放木性，总是伊的花瓣一片一片脱落，亲像火遐尼红，遍满地面。当一阵一阵的群众吞达因的时，因就发出救赎的香味，充满全地。
将一切荣耀拢归于咱主上。